好多謝各位同教城一齊慶祝呢個25週年咁重要嘅里程碑。其實過去25年以嚟，同埋未來，我哋教城提供唔同嘅學與教嘅工具，都係想透過呢個學習過程，而令到我哋嘅同學係提升佢嘅學習效益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教城肩負嘅使命。我開心出席今日呢一個啟動禮，同大家一齊見證教育城25週年呢個歷史時刻。教城係教育局嘅緊密協作夥伴，為我哋老師同埋家長同學提供多元化嘅學與教資源、計劃項目同埋支援服務，推動教育創新。預備3、2、1。7月份，我哋數字教育週有2個旗艦嘅項目，其中之一係學與教博覽，另外一個係人工智能國際高峰會。我哋喺新嘅里程，亦都十分嘅期待咧，可以獲得教育界嘅支持同埋參與。我哋一起辦好香港數字教育。我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繼續並肩攜手，以科技興教創新機，同心協力推動數字賦能，為香港教育譜寫新嘅篇章。